到了。哎，永吉吗？永吉在前面吗？快！颜色不对。说颜色。哎，那个小朋友来了，来了那两个，看吧，哎，多么好么？哎 ，hello， 我看你妈妈呢？你妈妈没看到呢？哎，我看看带钟呢。他们两个小朋友都来了。这个是赞美下曲卡，在后面就速度就越来越快了。这个相机的曝光模式没设好。设的自动的，应该设置晚上白晨那种冷光源那种，这个有点偏暖色调。这是小罗手机掉了，谁发消息？我看一下，来嘛，你试一下嘛，抱，来，帮我宝宝啊，哎，他不让你抱来，等一下，他不让你抱，他等一下嘛，他等一会儿情绪好了就好了，好吧？他现在让我抱，等着他再让你抱。帮我说那个嘛，送我那个两个娃娃礼品，说带钟的娃娃，就那两个，这两个，哎，对。
穿了衣服，专门穿衣服过来。我跟他带人说了，我说，哎呀，主要是他问他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哎呀，方面不好说啊。他喜欢什么我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买了乐高。辫子是带中的小朋友。太高了，刚刚开太亮了，要降一点。推一下，推一下，啊，推一下啊，1000块啊。还是来了嘛？我以为你真的不来了，不可能。这个一个领导人跟那个没关系。英卓这个头发这样一扎起来更高了，高了好多啊！可能他就比较高。哦。没有，当时取证有说那个，但那个人没看到。
后边不知道我走了之后他们报警了，去派出所了。刚刚永吉在第一个鹦鹉，成都治安非常好啊，治安怎么说啊？可以吧。昨天早上在春熙路那边有个人拿了枪，直接爆头了，直接围了，然后不知道好像是吵架，直接拿了个枪出来，警察直接当场就开枪击毙了，直接打死了。就在春熙路，那个有视频很多，我觉得总体还可以吧，就这种事情很少。
咚咚。哎，那个喇叭娃，后面他们过来玩的。小朋友没有人。小朋友。跑那边去了。哎呀，哎呀，哎呀，怎么了？等一下哈，坚持一下。2分钟拍到，准备咳嗽了。哎，下来说他，下地下那个。拉不完，没看到嘞。
等一下哈。爸爸，宝宝，宝宝，宝宝，还有一个，爸爸来抱抱，过来，过来吧，过来吧。哎呀，哎呀，不要怕啊！他要抱哈。好了。刚刚那个小朋友跳作业的时候，他要帮别人拍手。嘿嘿嘿。不要去哈，不要去外面，不能去外面，听没有？不能去外面。对对，外面人太多了，啊，我把它踩着。老板过来哈，过来。不管他了嘛，他要我一直让我抱，他一直要我抱。对啊，他一直要抱。过来过来。对，他要抱，他每次要抱，是吧？摸头嘛。又过来了，他们又转过来喽，转了几圈喽，头都转晕了。转的速度比较快。小倩有来吗？咦，那个是没有，这个团的没有。对对对。乖乖。抱抱，我宝宝哈，宝宝，宝宝，这是生日的吧？没事没事。那他一直会走啊？啊，他有可能吧，因为他一直想到我。那我还是先抱抱。那你走的左边跑。是吧？这边吧。哎呀，掉。好吧，这边。把他屁股那边拍了一下，这样顶一下，最后面，对，把腿就这样。好，这不让他掉下去。好吧，我抱，你去跳舞吧，好吧？对啊，有小朋友，哎呀，到了一起喽！
这是小倩的嘛？啊，对对对，这是永吉最好的朋友安德，这是谢老师最好的朋友。然后呢，皮图区哦，他们是一起的，他们3个都是一起的。我没注意到他们来了，在陪小朋友玩。小倩，他们是安德镇，以前拥挤的在安德那边跳，后面在成都了嘛。哎呀，又怎么了？哎呀，又抢到了嘛！不是，我把它抱得太紧了。你好，这边是安德。那无人机拍拍。哦，无人机没打坏了，怎么的？哈哈，无人机拍了画面都差不多。啊？我之前都拍了很多次，拍了画面都差不多。因为你那个音乐，你的音画质还是好的。画质还好，可以。拍照片效果也好。哦，就拿了手上拍哈。啊？我就拿手上拍没有那个啊。什么？我说你拿了手上拍，不用起灰，也效果也可以。它是带了稳定器，带了稳定的。他拿无人机拍，但是不用起飞，直接拿无人机的拍。我以前也这样试过，但是它没有收音啊，无人机拍的没有收音，只有图像，只有。很小了吧，小哥？你那个怎么可能讲盘气呢？不可能的，他又不是在职，他是退休了，并且他是总理，不是
吃饱大累的。这是鹰吗？小鹰吗？这叫过庄舞的。17来了，看到没有？17的这个地方，我都没注意到。
哇，这个小朋友跳的最好的，今天就来了。4分35秒，4分35。也比这长不长？哇，今天月亮好好哦。还有小鱼，还有小泉。啊，小泉看到小鱼。还有那个后面还有那个外面那个是外面鱼圈嘛，还有3个队伍嘛。我只认识小泉。啊，对，小泉。小泉和拥挤老师在一起吗？最早的时候。妹妹。这个小朋友也跳得好啊！还有一个小朋友，是个男孩子，跳得也非常好，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里面跳得最好的那个。哎，他哪儿去了？夏天的时候看到他跳过，有几个月没看到他了。
亚都来的这么早，这苏拉的来的比较晚。哦，他就拿花去了，应该是 PK， 他说他输了，好像是。搞不懂他们那些。江波也来了吗？哦，不是，看错了，那个是巴东姆。对，好像有点印象，看着他们直播了。可以飞吗？外边会可以，可以飞，可以飞，可以飞个5米高没？哦，可以，眼睛看着没关系。OK， 变茶色。哦，那个小朋友在后边。小新和小英，一个叫郭昭武的，一个是安德那个，叫小新老师，小新，杜建燕呢，在福建那边做的。小新和小雀是2个人，又来了一个女的。这个小朋友，哎，又给了5万跟随。没事，我们脸书上面 Facebook 上面联系吧。
谢他妹妹。哎，这是拉姆娃嘛？二郎，哎，得到取真。五彩哈是最隆重的。小心一点，这样可以拼几个？拼3个，可以拼3个几个？对。哎，算了吧，他要到处跑，他到处跑。没有了。没跑。扎西拉五了，他们现在不知咋回事了。他们2个以前关系好的不得了，租的房子住在一起，应该是住在一起哦，应该是。现在2个分开了。现在就白点了，夏天好黑呀、夏天那个小朋友黑。
勇气不在了呢。这房子你看到了吧？哈哈哈。比高矮吗？这在比高矮吗？受不了了，还要去了。他们这在比高矮。这个好看。哎，没有。哎呀，撞到别个了，他撞到别人胸上了，胸口上面。
Good, very nice。哎呀，康夏情也来了。听到那个，我都跑过去跳去了。今天不开心不可能的，今天今天可以啊，是不是赵小布没来了？哦，没来了。拍不完了，主要镜头不够，每个都想拍，是吧？飞起来了。这是那个《一九出母》的纸背片，都是一个工作室一个老师写的，搞忘了名字了，就住在成都。阿婆演
你戴眼镜几天？咋蹲到地下了？差不多累到了。嬉笑，这首歌叫嬉笑，边跳舞边笑。阿布现在之前是染了头发嘛，现在正常了。他们用无人机在拍，上去快了还是在无人机。堵起喽！堵起了，堵起了。看那边也堵起了，再转一下啊！好挤哦！3圈2圈，这边是2圈。拥挤一块圈。完喽！这个声音最讨厌了，旁边那个，听到那个声音没有？哦，这个声音最讨厌了。哎，西装裤装来了。阿布也喜欢这个，每个人都比较喜欢这个，节奏比较快。
叶永贞这么高兴呢，我不高兴了，也一直在笑，看吧。这个是有小心。哦，这是传承那场风云，不是那个西藏国庄，搞错了，两个是一般的挨到一起的，哎，这个才是。永贞欧保重啊，什么表情不敢太浮夸，什么啥的。又犯了。永贞没有怎么害羞，可以吧？我觉得，你叫他唱歌他就唱歌，他跳舞就跳舞，没有多那个，他早就练出来了。就是关系好的话一般没事，一般不熟的话他还是有点点，肯定是熟人才是那种吧。这个是王清的老家的那个来的，好像是王清的徒弟嘛。和哥老家的。妮妮得跑第二下去了。学域多姆之海。跳得很嗨这首歌，啊，轻点，差点把它掉地下去了。这是赞美下曲卡。
出的地方，对对，尼玛登珠的那个。今天我还来问那个到底是啥名字，他因为在站台印象的时候说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太阳日出，后面又说太阳升起的地方，后面又说是日出的地方。所以今天我问他留言了嘛，他说就是叫日出的地方。我改了3次名字了。应该在旁边直播吗？我没注意到，看是不是在外面直播。这边小新哦，就在那边。小新和那个永吉在旁边。在旁边。方便吗？哎，我请教一下，这么多这个锅庄舞的舞曲啊，有6、700首。我们要下载到哪里去下载？哦，没有下载的，没有下载的，只有在网上，在你自己直接转。在哪边？在抖音上面，你听到那些有专门发布了之后，你直接把那个自己转，自己压那个。专门的挡住啊，他们有直播了，人多了。太多了，这个起码6、700首，他们说上千首。再没下去看，在后面有点快，这个节奏。手机还是拍一点吧，拍了好多个，全部都没发，太多了，发不过来。
还是出来了，看他们跳还是出来了。这个另外一个是那个叫啥？我今天跳了好多次，一下搞忘了。哦，吉祥何日了？叫啥？那个歌王唱的那个。吉祥安康哦，吉祥什么？4个字的，一下搞忘了。这我们部跳的最好，也不是最好吧，就是都会跳。终于出来了吧？在外面直播的，他们在摆龙门阵，在聊天儿。这个叫吉祥，哇塞，搞忘名字了，4个字。我觉得叫他们怎么跳？哎呀，抢到了！等一下！哎呀，等一下！好，跑回去了。抢到了！都几点钟了？结束了？几点钟还没跳过瘾那个？啊，9点34，9点34就完了，什么都完了，我们这都不知道都完了，都不知不觉就结束了。不知不觉就结束了，都结束了，起码我都还没准备。这边是不是多庄教育艺术馆？这个怎么不跳舞？结束了。哇！小坡。
它全是汗。全是汗。干嘛？Hello， 爸爸。哦，哎，你要喝咖啡吗？不要拿错了啊！哦，好，谢谢。弟弟啊，弟弟呢？我刚刚跳完，我在另外。东西不要拿错了。啊，不知不觉就说他们还有还要跳的。我们3个在另外跳那个旗啊，哦，对啊，这个我这个应该还要跳那个收藏那个。你好，我是你的粉丝，能不能给你合个影？可以。我前天给你留言，我说到成都来出差的。我关这个了，你能不能帮我拍一个？可是太多了，其实这边太多了。这边向着光吗？看，真的。我刚到，妈妈，你住这里，好来嘛，我给你打个光。我们这边是银座，我们拍银座。多拍几个。然后我这个这个照相，你感冒了不嘛？你感冒了不嘛？可以啊，可以了，感冒不嘛？一点可以啊。给钱了。好来吃不？他包了好多次。好来吃啊！哎呦，旅游挺多。那可以啊，随时把你马挣起来啊！跳不了很少。啊，你会跳吗？感冒也没牛逼，听到什么？他感冒了。听到什么叫你会跳吗？会跳啊！什么时候给我看看？快的我，什么时候我看看？看得好吗？下次他就是。拜拜，走好，拜拜。他那个有点感冒，真正感冒了。就是小新老师带的教学员吗？我没有，你辛苦了。不是，可以叫卓玛，就是小朋友都可以叫卓玛。他名字取真，叫真真。哎，等一下，光线还可以的，一点都不黑。红布啊，8套红布。你在帮他们帮永吉直播吗？对。那他没走哎。没有，在这里。哦。哎，为什么你这个？哦，这儿。为什么你这个镜头为什么就是有点跟别人拍的这个是为什么好像就是更暗还是什么？你作品出来？这是什么作品？就是你发的作品，就是这个镜头好像更暗一样，更清晰，好像是吧？镜头的问题啊，有镜头问题。镜头问题啊。你感觉每个人很清晰嘛，但是整个身比较暗。对，就专门那种是这种调的那种。调什么调的嘛？可以调。可以调很亮。可以调亮一点。每个人，但是每个人看很清晰。啊，对，可以调亮一点嘛？可以，没必要吧？我觉得。以前我拍的不好，以前用的那个用的暖色调。说完了。
飞机，大好水。哇，做的不多，没有。他们坐3个人了，用在中他们很近，就在右手边很近。也在直播。我真的笑死了。反正我随时在笑，他喊你多笑那些。我说随时下来上场的时候都在笑啊。你听见外面好吵吗？对面你看嘛那个，觉得遇到应该在修路嘛。哎，走，麻烦下来吧。就是人机嘛。都车回家了，对，机器太吵了，就在旁边打桩了，打桩机那种，就在旁边公交车站那个位置。好朋友没看到。你要带他一起回去吗？我们去那边拍的视哦。去哪了？就是那个银行那边，一头牛那边，经理。哦，上头路线啊。哦，几点钟？他去哪里了9点多。他没注意到呢。去不去？9点43。输了！走了。我没事。给他们了。哦，手机没电了。输拉的。